无平静的所在，也有英国伫7月底时有发生嫌犯举刀去攻击囡仔舞蹈班，有造成3个人死亡的悲剧。那警有派就煽动讲，这个案件是穆斯林移民做的。这个假消息嘛造成英国即马真侪所在拢有出现反移民的暴动。英国首相赶紧召开会议处理，目前嘛已经有掠到400多人，互掠起来。示威群众放火烧厝，也有人一直向现场的镇暴警察拼砖啊。英国顶个月底发生17岁少年摕刀进入囡仔舞蹈班，攻击夺走3个囡仔仔性命悲剧。伫大家还未走出悲伤的阴霾时阵，英格兰真侪都市陆续出现反穆斯林、反移民暴动，包含清真寺甲安迪难民庇护饭店拢遭到攻击，连北岸的贝尔法斯特也陷入混乱。暴动显示英国出事的嫌犯身份，和警府派故意误导加做寻求庇护的穆斯林难民。在无实在消息之下，暴力示威愈来愈厉害。穆斯林人自危，反而遭到针对性的暴力对待。Well, I feel threatened, scared to come out of my house. What we do as Muslims, we just pray 5 times a day. You know, we're not terrorists. 英国首相史卡尔特别开内阁紧急会议，强调优先确保社区民众安全，而且承诺会协调警力，伫任何状况发生的时阵，及时到场支援。执法单位已经另外部署将近4000的警力，也警告目前已有400多人被抓，一礼拜来有人面临法律制裁，或报道唔通过依亲处罚。We'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ensure that where a police response is needed, it's in place. Where support is needed for particular places, that is in space. 专家指出，网络无实在资讯，一直是这种暴力事件背后推动的主因。加上移民问题伫英国特别敏感，敢若谣言就互不安的情绪滚加。目前有关当局在努力查明煽动暴力事件的幕后真相，希望早日平息这场13年来规模上大的街路暴力冲突。公司新闻站回应报道。